过来消息来看，政府拍算要修法，要求托育中心甲监视器的画面传到政府的云端来做保存。那发生代志会当申请。托育人员甲家长今仔是搁再出面表示反对，因为讲安尼会侵犯到囡仔的隐私，嘛正烦恼讲影像会外流。政策错误，拒绝监管云。这个团体老师和家长去立法院抗议，反对政府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内底要求托育中心把监视器的画面传去政府云端。托育协会表示，因逐工拢爱替囡仔换尿珠啊、换衫、洗身躯等等，若是这个画面传去云端，无说遗留出去，也是讲甲韩国发生同款的代志，资料互人偷摕去，要安怎？前一阵子，南韩爆发了12万笔，不管是在这个诊所、月子中心等等的影片被卖到了中国去。那我们更会担心，难道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吗？没有一个官员或立委敢保证所有上传的影片全部安全。除了托育人员反对，家长也真反对。有家长讲，伊有5个囝，其中有3个是查某囝。若是咧换衫甲生活影片伫云端，有真侪家长拢无法度接受。我不晓得到底谁能跟我保证呢？那我的孩子是要上托婴中心吗？还是我也号召不想让孩子隐私受到大家观看的，都不要去托婴中心，都不要上学，我们自己顾吗？那谁来养我们家？我想要问一下，有谁能够听到我们这些妈妈的心声？兵团向卫福部表达4项诉求，要求政府爱保护儿童的隐私，建立影像规范，也爱强化托育中心内部的控制机制。因也要求，若是要调影像资料，嘛要经过家长同意。卫福部回应讲，目前规划的方向是把影像传去云端保存尔。相关的法案搁咧协商当中，会听各界的意见。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